歡迎收睇東張西望。近日有觀眾報料，由於教會嚟緊千堂，竟然唔覺意令到一啲人返教會。我哋一齊睇下究竟發生啲咩事。記得喺2025年5月嘅時候，我如常星期三就返咗循利小學嘅小五團契咯。我記得嗰日學生團契就帶佢哋出去傳福音，返嚟之後分組呢，我就會問佢哋知唔知基督徒嘅大使命係乜嘢咯。我知，要傳福音。估唔到佢哋都識答係傳福音啊！所以你們要去，使萬民成為我的門徒，奉父子聖靈的名，給他們施洗。咁我就趁機會向佢哋分享返自己傳福音嘅途徑啦，並且鼓勵佢哋都可以同我一樣，畢咗業之後返嚟循利小學大團契，向師弟師妹傳福音嘅。吓！但係就嚟遷校咯喎，到時我哋都唔識返嚟啦。係喎，我哋畢業嘅時候都仲未搬，應該唔會再有機會去新校舍啊。係咯，真係好想去新校舍體驗一下。不過到時可能都要用 Google Map 先去到啦。不如你哋同我一齊返教會啊，咁咪有機會去新校舍咯。好啊，今晚考完試都想返啊，你哋一唔一齊啊？好啊！嗰陣時我真係好興奮，好想分享俾大家聽啊！於是決定報料俾你哋，希望俾多啲人知道原來千堂都係一個契機嚟嘅。哇！神嘅工作真係好奇妙啊！如果你都有一啲類似嘅經歷，歡迎你同我哋報料。今日節目時間去到呢度，拜拜。